台南有一名70岁民众住伫个老人的中照中心，顶个月因为这发烧小妹提去挂急诊，医生说发现讲这位老大人伊的尻川呢，因为长时间拢屈掉的有规大片的这地疮，而且佫有生癣。家属也质疑这中照中心一个月甲人收3万5，拢无好好地照顾这个老大人。也讲这个中照中心呢，就爱家属签自愿离院同意书，袂输是要开始境乱。 这个70岁姓吴的阿嬷，倒伫病床看起来真虚弱，尻川顶悬有10几公分的地疮，真惊人。家属指控讲，今年2月，是大人来住台南仁德区这个老人长照中心，本来状况是真正常。顶个月发高烧送病院，所后医生发现讲，伊地疮真严重，有的所在拢补人。一开始长照机构佫讲小空嘴尔。有机构怎么还可以顾成这样子？他说他觉得不可思议。 因为那个严重的话会引起败血症，新的机构、外面机构有过来了解，说他们觉得说这样他们照顾不来，所以我母亲何去何从？讲真的，我真的不知道。老大人顶礼拜本来已经收到病情真危险的通知，互家属是真烦恼，嘛发现讲伊除了地疮，身躯顶佫有真侪空喙。长照中心甚至以转介其他机构做理由，互因签自愿离院同意书，疑似要闪责任。市府表示讲已经启动调查程序。该机构目前已经限制。 新收容的人数哈，完成查核之后，我们会邀请专业的医护人员来召开调查的会议，有妨碍他身心健康的情事，会依照老人福利法采处6到30万元的罚款。市府的厘清敢是涉及不当的照顾，业者是授权里长代替说明，强调因本身是合法的长照中心，对老大人拢是尽心尽力在照顾。地疮出现了后，因嘛透过空气层含衣垫替对方来改善，只是老大人健康较歹，身体恢复的状况无遮紧。他们检查2次了之后没有问题，那现在家属有这样的质疑，那业者他也非常的有诚意愿意再和家属大家再坐下来谈一谈。 业者讲，对是大人带入长照中心，拢和家属真密切的联络。这摆送病院的地点，阁是家属指定的病院。是大人带入来了后，嘛有透过社群软体来掌握状况，可能是双方认知无共，产生误会，会和家属好好来协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